由香港柏金遜症基金製作嘅柏友之聲，每一集都會邀請唔同範疇嘅專家學者，以閒談嘅形式傾下講下柏金遜症患者所關心嘅問題。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柏友之聲，我係節目主持 Ingrid。好多聽眾咧都未必真係認識柏金遜症。今集咧，我哋就請咗腦神經科蔡德康醫生以及歐陽敏醫生嚟到同我哋介紹一下，究竟柏金遜症嘅成因係乜嘢。Hello， 蔡醫生、歐陽醫生，你哋好。大家好。Hello， 英葵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首先想問下蔡醫生啊，柏友點解會患上柏金遜症嘅咧？柏金遜症咧係一個腦神經退化嘅病嚟嘅，佢最主要咧就係影響嘅腦嘅功能，令到腦唔可以發揮一啲好嘅指令去指揮運動功能，所以柏金遜症最主要咧係會影響運動功能嘅。柏金遜症個病變咧，就係因為細胞入邊積聚一啲唔正常嘅蛋白，令到嗰個細胞退化。雖然咧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出現呢個病變，但係影響最大就係喺腦入邊嘅黑色區，佢會令到啲細胞唔可以生產足夠嘅多巴胺，因為缺少多巴胺咧，而令到咧個運動功能咧係受到障礙，而出現柏金遜症。唔該晒蔡醫生，頭先咧簡約咁樣等我哋咧有一個嘅概念啊，知道咧柏金遜症係乜嘢嚟嘅。喺度咧都想問埋歐陽醫生，點解柏友會患上柏金遜症嘅咧？會唔會係有啲人特別容易患上柏金遜症噶？啱啊，冇錯啊。其實有啲人咧係比較容易有柏金遜症嘅，而柏金遜症患者最大嘅因素咧就係年紀大啦。年紀大咧就會比較容易退化而引起咗柏金遜症嘅。譬如話大過60歲咧，大約有100個人有差唔多1% 會有柏金遜症咯。另外咧就基因同埋環境嘅因素都有影響咯。譬如以前講話務農啊，或者喺啲礦場做咧，或者有一啲環境嘅毒素導致佢可能比較容易患有柏金遜症啦。都有啲人家族史入邊有人有柏金遜症咧，係比較容易有柏金遜症嘅。隨住越嚟越多柏金遜症基因發現到啦，咁我哋對呢個病喺基因方面引起呢個病嘅始源咧，亦都有更多嘅了解啦。譬如話咧，如果一個人咧終身可能患有柏金遜症嘅機會咧，大概係1.5個百分比啦。但係如果屋企人有咧，咁就可能多咗2-3倍。咁大約都係5個百分比啦，就聽起上嚟都唔係話太驚嚇嘅。所以大家話如果屋企人有柏金遜症，係咪自己一定會有呢？咁又唔使咁驚，但係機會嚟講呢，事實上就高咗少少啦。原來係咁，即係話年齡、基因、環境，甚至家族史等等嘅因素咧，都會導致柏金遜症噶。蔡醫生啊，有啲柏友咧，其實佢哋都病咗一段時間，而唔知道自己原來已經患上柏金遜症。我想了解一下啦，柏金遜症最明顯嘅症狀係咪我哋所知道嘅震顫啊，或者係肌肉僵硬呢？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症狀我哋需要留意噶？係啊，英傑你講得啱噶。柏金遜症嘅主要嘅症狀、主要嘅表現咧係運動功能障礙，而最常見嘅就係咧肌肉僵硬啦，同埋啲動作緩慢啦，同埋少咗啲動作啦。咁而一個特別嘅震顫咧，係靜止嘅時候先至出現個震顫咧，係柏金遜症特有嘅症狀。咁後期啲咧，有啲病人咧就會出現咧行路嘅時候平衡力唔好，容易跌倒。咁呢啲咧都係典型嘅柏金遜症運動功能嘅障礙。咁如果係有部分病人咧，去可以咧喺運動功能障礙出現之前，都有其他嘅症狀，譬如咧係失去嗅覺啦，譬如咧便秘啦，或者去發夢嘅時候咧會發夢話啦，會喐手喐腳啦，都有機會喺運動功能障礙出現之前就已經有啦。但係呢啲症狀本身嚟講咧，就唔可以攞嚟診斷柏金遜症嘅。咁柏金遜症始終咧最主要咧都係一個運動功能嘅障礙。但係如果有啲病友去咧係覺得啲動作唔係幾好，好似咧唔聽嗰個腦指揮，又睇咗段時間醫生都揾唔到係咩嘅事嘅話咧，咁我建議佢咧就揾一個腦神經科醫生去做一個詳細嘅評估，睇下係咪柏金遜症。明白晒。
喺度咧，我都想問下歐陽醫生嘅，因為咧有啲聽眾咧，佢哋都可能出現你哋頭先提及嘅症狀啦，但係又唔肯定自己係咪已經確診柏金遜症。其實你哋腦神經科醫生咧有啲咩方法可以診斷到佢哋是否患上柏金遜症咧？係呢個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咧有唔少柏友初初都好困惑自己究竟幾時先確診係咪有柏金遜症。咁我相信咧喺呢個情況下咧，腦神經科醫生咧就好幫到大家嘅，因為佢哋有經驗啦，訓練過點樣去睇柏金遜症嘅震顫啊、僵緊啊、行動遲緩啦，有啲典型嘅一眼就睇得出㗎啦，都係好準確嘅。咁其實大部分柏友咧都可以喺腦神經科醫生度得到好有用嘅診斷，大部分。至於有少部分咧症狀唔明顯嘅柏友咧，咁事實上咧因為太唔明顯咧，好難分佢究竟係正常啊，定係有少少病徵出現咗咧，就可以觀察下，因為病徵隨嘅時間會比較明顯啦。另外咧亦都可以做一啲檢查咧，去排除呢一個繼發性嘅柏金遜症嘅，因為柏金遜症咧係可以有其他病啊，譬如腦積水啊、腦炎啊等等，甚至係腦瘤都可以引起相似嘅病徵嘅。咁排除咗之後咧，就可以俾病人初步確診柏金遜症，就食下藥，睇下情況有冇改善。如果都有咧，咁就都幾準確㗎啦。呢個柏金遜症嘅臨床診斷。至於嗰啲頭先講話症狀唔明顯要去觀察嗰啲柏友咧，就亦都可以考慮做一啲輔助性嘅檢查，譬如話正電子掃描，睇下嗰度嘅揾到嘅嘢係咪即係都指向一個可能嘅早期柏金遜症咯。咁呢啲有經驗嘅腦神經科醫生咧，都可以絕對幫到大家嘅。唔該晒歐陽醫生。嗱，我哋今集咧都有提及到柏金遜症患者咧都有唔同嘅症狀啦，究竟有冇方法可以舒緩到呢啲病情，令到柏友舒服啲咧？係啦，咁咧頭先都講過啦，柏金遜症咧係因為腦入邊嘅黑質製造多巴胺嘅神經元退化，導致佢嗰啲運動症狀啦。咁主要而家嘅治療方法咧都係藥物治療啦，用藥物咧去補充翻身體缺乏嘅多巴胺。咁另外咧，到藥物治療到一段時間咧，開始冇咁有效，或者有一啲長期嘅副作用嘅時候咧，咁就可以考慮手術治療啦。同時間咧，現時亦都發現咧，專職治療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同埋言語治療咧，都係非常重要嘅一環咯。咁配合翻藥物同埋手術治療咧，就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好嘅治療方法咯。咁好遺憾咧，柏金遜症到而家咧都冇一個根治嘅治療啦。不過咧，柏友亦都唔使話太擔心嘅。通過頭先講嘅藥物治療啊、手術治療同專職治療咧，去保持翻個生活嘅能力啦、工作、社交同生活嘅質素，亦都可以咧防止因為活動能力唔好導致嘅併發症啦，譬如話跌倒啊、長期臥床導致嘅併發症啦。而且咁耐嘅研究咧，都發現咧，我哋嘅治療咧係可以延長壽命嘅。而我哋做嘅研究嚟講咧，頭10年啦最少，其實生活質素啊同埋壽命咧都比正常人係一樣嘅。所以咧，其實呢樣嘢咧都係重要嘅，因為有咗長期病患咧，我哋其實係同呢個病一齊生活啦。咁最緊要都係保持自己嘅生活質素、工作社交嘅能力咯。而且咧，亦都唔應該因為咁咧而失去希望㗎。因為咧，而家咧研究方面點樣根治柏金遜症咧，都係有新嘅進展啦。咁我哋期待咧，頭先講基因都係可以導致柏金遜症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啦。咁睇下呢方面咧，有冇新嘅突破咧，導致可以有短期內咧有新嘅方案可以延長舒緩柏金遜症，同埋可以根治到個病，令到個病嘅退化慢一啲。
嗱，各位聽眾，如果你哋懷疑出現我哋頭先提及過嘅症狀，但係又唔清楚自己係咪患上柏金遜症，可以揾醫生尋求專業嘅診斷。再次多謝蔡德康醫生咧，以及歐陽敏醫生今日嚟到咧同我哋作出嘅分享，等聽眾可以知道更多柏金遜症嘅成因同症狀。最後，如果聽眾想知多啲本節目提及嘅內容，歡迎瀏覽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嘅網址 www.hkpdf.org.hk， 揾柏有新知電子版相關文章第54、63以及64期，入面有更多詳細嘅參考資料㗎。本節目內容只作一般教育性及參考用途，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唔會對任何錯誤或資料遺漏承擔責任。本節目資訊亦唔能夠代替合資格醫生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嘅醫學建議、診斷或治療。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上嘅問題或者疑慮，請立即同合資格嘅專業醫護人士聯繫。今集柏有之聲已經接近尾聲啦，約定大家下集再見，拜拜。